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四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有3个桃园机场的清洁人员，甲1个桃园机场防疫车队的司机。新北市新增分局的侦查队长叶坤伫中岛甲朋友啉酒食饭，暗时10点外驶车拄着0点酒测超标，防疫散发班嘛防死头路。新北市的客停车春节期间加成要对20块，起到30块，当中爱起15天，小机会批评起上过济咯。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包括昨暗公布的桃园机场的清洁人员，阁有其他2位清洁人员的同事哦，甲1个桃园机场防疫车队的司机。这个上台新确诊的清洁人员嘛是为着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包含一天，昨天晚上公布的那一位的个案跟今天早上又新确诊的3名那总共是4名的本土个案 ，CT 值非常的低只有11只有11。那看起来发病日是1月2号，有喉咙痛、发烧，工作的家人。那在昨天晚上也跟大家报告6个都是阴性，通勤时有搭乘同班的一个通勤的巴士，采出2位17238跟17239，它2个 CT 值都差不多是24。17240是防疫计程车的司机，他曾经在12月26号跟31号都有载过确诊的，在初步的一个基因的定序里面。17230那应该是 Omicron 的一个传染的个案。桃园机场外包的1个清洁人员昨确诊，这个病例伊是负责摒扫桃园机场的停车场，伫元旦连假佮要去中正市场摆摊，相关的所在拢已经大规模消毒了。中正市场下晡嘛先开始要休困3天。这个病例有2个囡仔读国小甲高中，囡仔嘛拢先停课1天哦，因为伊佫增加2个清洁队员甲1个防疫客停车的司机胃着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桃园地区要来取消放任喙暗的规定，嘛设3个采检站，互民众会上来体检。化学兵到桃园机场消毒，出动32人加12组装备。主要消除的范围是T3停车场的这个平面，以及计程车驾驶的休息室，还有厕所，还有电梯的部分。机场公司接到清洁外包商通报，讲有1位员工吹沙早起下班登记资料出现症状，中昼去桃园病院采检确诊 ，CT 值11，即马断院治疗。桃园机场也针对于工作的区域甲动线航下做全面的清消，同时配合疫调，针对防疫车队的驾驶做采检，若无做采检的是袂用出车。昨天晚上，我们对于全部的防疫车队计程车司机552位，我们通通知他们要来做采检。昨天完成了313位，剩下的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会接续的来做。伫拜日是上过日子，桃园市1间小学甲1间高中，学校内面拢无人。确诊的清洁员伊读小学的囡仔，一个伊带伫咧工动无共层的查某孙读的高中，拢接到通知，学校随时停课1天。从我们的校网的公告以外，还有我们的家长会群组，以及我们透过导师跟学生的赖群组、跟家长的赖群组全面公告。家长因为临时的通知，他没有办法安置。那在这一块呢，学校也有妥善的安置。伫即马6位出来人采检拢是阴性。市长郑文灿讲，指挥中心认为学校的风险是较低。在职场的部分，我们裁减了26位，职场跟防疫车队，我们是希望能够扩大裁减。那裁减完毕，确定安全了，才能回去上班。这位本国籍40几岁女性，捌做过2期 AZ 有风险，也捌去过中立区龙岗中正市场摆摊。市场下昼开始要休市3天，扩大清消，也会设3个社区采检站，互民众免费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昨公布一个为着被桃园机场的清洁人员是一个40多岁的查某人，伊伫去年的12月30、31要去桃园中立的中正市场摆摊。国内专家是认为讲，这代表奥密克戎病毒已经来到咱国内，要特别注意社区消化的风险。伫吹沙县指挥中心证实，
同机场有一位40几岁女性清洁人员确诊为本土病例，正伫咧扩大扩列采检，包括调回几落百位防疫计程车司机透明进行采检。伊那女清洁员所属的公司也对所有相关的接触史扩列可能接触者总共26人。因为这位清洁员已经做过2剂 AZ 有风射，是突破性感染，也引起各界担心。国内本土疫情会再发生。如果他裁剪下去第一天的这个阳性个案的人数是没有的，那我想我们就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如果裁剪第一圈下去的人数有一定的1%的被确诊的话，那这代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已经就是传染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洪主任表示，这件事件是一个警讯，因为机场甲防疫旅馆同款，拢是高风险区域。一定要先针对清洁员第一科的接触者扩大采检，若是一调的结果是感染源不明，就要提高警觉。因为国内感染科医生认为，这件代志代表病毒已经进入国门，大幅度增加入侵社区的风险。能够知道它的病毒型别会有一些帮助了。如果它的病毒型别是 Omicron 呢，那就在机场附近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如果它的病毒型别是 Delta 的话呢，那就要考虑在住家附近的机会也是有的。不过基本上这件事情是一个警讯，代表病毒已经跨过国门了。因为确诊的清洁员北去中立的菜市摆摊，黄立明讲，伫发病前2天拢是有传染力，伫咧卖物件的时阵，也是将物件提给消费者。虽然是北去过这个市场的民众，拢爱提高警觉。虽然这么民众出门时阵拢会挂嘴烟，不过伫咧实验这部分确实有放松，无够确实，所以也互扩列时阵增加一寡困难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立陶宛甲咱台湾的关系是愈来愈好哦。立陶宛有一杯乌的乌朗姆酒进口中国卡关哦，台湾分酒公司就出面甲伊买落来表达支持。立陶宛目前嘛积极筹备伫台湾的办事处。另外，针对于争取尼加拉瓜大赛5节目断交了，就随立即尼加拉瓜的争议哦。外交部是表示，大赛立即的代志，因事先并唔知影。立陶宛因为涉入台湾代表处去予中国制裁，中国更加取消立陶宛商品的订单。最近，还有一批2万外罐立陶宛的乌兰姆酒刁关伫中国的港口，都要面临着漂流的命运。台湾分酒公司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就出手甲买，伫1月下旬就会上架来卖。那台湾挺立陶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初3和北约9个成员国的外长通话，坚定来声援立陶宛。面对中国日益升高的政治压力以及经济胁迫，外交部再次感谢美欧各个民主伙伴一起支持立陶宛。因为立陶宛来台湾设处的进度，外交部表示讲，立陶宛已经来完成相关的法规，目前嘛当咧遴选馆长，已经正马一来咧筹备。因为最近已经有退休的这个前驻尼加拉瓜的大使吴振木断交了后，伊得到尼国的国籍，而且就留伫当地无返来台湾，也来引起这个批评。外交部说明，吴振木并无事先来讲伊入籍的代志。12月10号跟我们宣布断交之后，他们公报已经公布了，就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吴敬木大使尼加拉瓜国籍这件事情。那当天这个公告就已经立即生效。那这一部分呢是外交部事前没有获这个吴大使告知的，所以外交部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件事情。欧江安表示，吴振木进前有前一摆申请退休，不过拢有甲慰留到这个2021年的9月，才甲准伊辞职。申请退休的这个程序拢有完毕。不如讲吴振木伊断交了后，所表示讲，因为因牵手的身体无好，无适合长途坐飞机返来台湾，了后来接受这个尼国的国籍的代志。希望讲伊本人会当出面来甲讲个清楚，甲代志背回予大家拢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亲身主持调查局调查班第58期的结业典礼哦。这期有103个人结业，平均是26岁，查甫查某是一半一半。蔡总统嘛强调讲，面对国际情势甲对华的挑战甲威胁，国安的工作挑战是愈来愈悬哦。鼓励这人未来当真做咱国家的国安尖兵。正调查员进行曲是调查班结婚典礼重要仪式。今年甲以前无同，
这首歌曲是学员伫咧疫情期间家己创作的新调查员进行曲。法务部调查局伫咧初时举行调查班第58期结业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也向完成1年严格训练、顺利结业的103位学员表达祝福，勉励因尽全力做好调查的工作，也强调伫咧对外威胁之下，各项工作的挑战性会愈来愈悬。面对假信息的攻击、认知作战，国安团队除了要充分掌握情资，更要统合各部会力量，来确保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的安定。这批调查班受疫情影响，结婚进程原本有的登山、游泳、马拉松等体能测验全部拢取消，改采实行教学，连据点办案实习拢是排甲正密，也更加凝聚学员的革命感情。特别注意的是，这回结业的学员除了有高学历，也具备多国语言的能力、专业的证照，一个学员真爱跳国标舞。不列为国内拉丁舞的总决赛。那我觉得学国标到底跟调查官有什么样的结合呢？我觉得这主要的就是仪态的方面，因为跳国标非常的注重体态要优雅。那无论是男女都一样，就是如果有一个很优雅的体态，就可以给人很体面的形象。长官师长都帮我们规划得很好，让我们就是线上教学就是有达到一样的效果。在其中，有学员捌做过警察、刑事局的侦查员。对有廉政、经济犯罪有兴趣，决定要考调查局。一个代表宣誓男学员，敢意讲伊的身份真特殊，正罕见的自国安局转到调查局，因未来拢会正做调查局的国安尖兵，守护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今仔早起，国民党候选人颜宽庆甲郭文地妈妈是到庙寺去拜拜哦。民进党的候选人林静怡伫前交通部长林佳龙的陪伴扫街拜票。另外，针对国产署认定讲颜宽庆的家族交泰所有占用国有地争议，即马嘛是有真侪讨论。国民党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颜宽宏甲郭文迪的母亲4号早起来到沙鹿的玉峰殿参拜，两个人拢表示是无顺利拄着，但是郭妈妈受访的时阵表示，家己支持脚踏实地的人。看迄个人有乖无，有实在无，有认真无，有替咱地方拍拼无？吼，莫讲话安尼气牙牙你讲骂。颜宽宏甲郭妈妈互动真热络，但是讲到国产署3号会刊沙鹿的庄园，煞无法度入门，伊是表示无收到国产署会刊的通知，后续一切依法办理。难道国产署的分署长每天都在外面看这些承租或非承租的吗？是分署长这么认真呢？平常就这么认真，还是在执行人家交办的事项？这是不是一个政治操作？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是由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来陪同，早起伫咧大道区的路口拜票。林静怡批评3号台中市府无派官员参与国产署的会刊，完全是无顾到外界追求真相的权益。林佳龙是质疑这是市府的拖延战术。那台中市政府怎么可以罔顾国产署在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民意要求跟检举上的监督？难道台中市政府认为他们不要陪同，门不要打开，这个案子就可以这样子了事吗？刻意的回避，现在已经都收到公函，那当然会质疑是不是拖延战术。礼拜日就是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投票日，那日定赢把最后的时间持续高峰，争取民众的支持，也抢媒体镜头的焦点。记者台中报道。台北市中正艋舺区无党籍立委林昌泽的罢免案，拜六特别投票。有2礼拜为组是出面指控讲林昌泽会担任第6届2礼拜基金会董事的时候，甲捌出席过1届的会议。也毋过林昌泽是解释讲，伊迄当时人拢伫国外。台北市中正艋舺区无党籍立委林昌佐罢免案，催告投票进程。2礼拜回祝，同时也是2礼拜国家纪念馆第1任馆长廖继斌站出来指控林昌佐，伫咧担任第6届2礼拜基金会董事的时阵，15遍的会议只敢若参加过1遍，甲2礼拜家属当作提款机。Freddy 就跟我同一届，那他15次才来1次，28是可以当提款机用的，
简单讲，228的光环他要，责任他不负。前艋舺区的里长周世雄也真侪这边爆痛的带头人之一。伊不办新冠疫情期间，外界甲艋舺看作是破口，林统组拢无站出来替艋舺讲话。你是唯一我们中正文化唯一的中央级民代，当我们的生存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林长佐在哪里？爆痛的带头人之一的台北市议员张小平，除了到场声援2礼拜为主，一早起也特别伫咧入口的所在，起来呼吁选民爱投罢免的同意票。因为林统组伫咧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环陪同下，对于自由广场出发骑脚踏车扫街拜票，对2礼拜为主的指控，林统组赶紧澄清。那时候15年前，我人都在国外，所以当时的那一届的228基金会邀请我有很明白跟他说，我可能人不在台湾，比较难参与。民进党在这个中正万华支持 Freddy 是绝对没有问题，大家是很尽心尽力的，希望能够让好的立委能够留下来。罢中投票进入最后倒算5天，罢免的正反两边拢全面动员。根据台北市选委会所公布的上新的罢免的条件，只要58000票同意，就让罢免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新增分局一个姓高的警察队长，昨中昼休困去朋友的厝里食饭啉酒，后来佮转去分局休困。暗时10点外，想讲应该无代志啊，就驶车出门。结果伫台北市phòng臨檢就测钞票，予以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署。新北市警察局嘛，佮伊記大個洗頭路。查缉到5名散布假讯息的犯罪嫌疑人。办案正拼是新北市新增分局这个姓高的侦察队长，有真侪摆伫镜头前来说明这个破案的过程。不过，即卖伊说因为家己啉酒驶车，去互家己的警察查到，伊的酒精浓度有0.6毫克遐悬。对他自己认为他有自信了，认为说酒精那个代谢已经完毕了，他非常的懊恼啊，对这样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警察那个形象啊，他非常的后悔。警察啉酒驶车发生伫初3这天，这个姓高的侦察队长，伊趁休假的时阵，中昼去朋友因兜来食物件，几杯甲水落去，转去警察局休困。伫当天暗时10点，伊想讲酒已经退啊，佮家己驶车出去。结果伫台北市大东区去互保带的警察甲抓落来，警察有闻到车内拢是臭酒味，佮甲实施酒测，结果是钞票，所以佮甲以涉嫌公共危险罪，含人带转去侦办。古队长记大过，改调非主管职务，考绩类为丙等，警务人员做出不好的示范，在此向大众致歉。家己是警察，过来啉酒驶车上路，新北市警察局大动作来甲处罚。这个姓高的警察队长甲记大过，搁甲调职转内勤，年度的考绩嘛甲列做饼顶。不过这个啉酒驶车真正是真危险，会定定来造成严重的死伤。警察家己本身是执法人员，说家己想讲无遐水会去互警察查到，这款知法犯法，来咧带头做歹驾驶。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客停车伫春节期间对正月23到2月初6加成的汇率，会对以早20块来调悬到30块。今年春节加成的时间嘛，对10天增加到15天。也毋过小机会是认为一起就起10块，实在是伤过济咯。客停车工会是讲伊嘛已经10外档拢无起价咯。上班时间的台北街头车马隆隆叫，客停车嘛四界咧走。为着要斗打旧历年要到啊，湘北地区的客停车为1月23到2月初6，拢总有15天，一抓甲加成费用对20块起到30块，工数嘛增加5天。物价都飞涨，这个加10块应该单趟应该还好。物价包含现在的油价都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啦，所以这次工会本来版本提出来是50块，成本增加上面我们也是尽量的，就是说。有帮消费者去考虑到，就是说过年期间的部分，最后的排版就30块钱嘛。已经10几年无化起，运将嘛是安尼嗨嗨餐，特别是湘北地区伫过年的时阵，伊的载客率比平常上班日下降50%。以一桌加10块来讲，一天平均册载客20桌，安尼就加200块。工会认为讲，这抑阁伫合理的范围内。不过消基会认为讲，这款起50%无合理。湘北地区伊是咧带头的，安尼各县市的客停车嘛会对咧起。薪水只有涨3%，公务员涨4%，你却涨了50%，请问道理何在？由政府机关来核定以后啊，
就要公告实施。接着呢，各地的汽车运输、计程车运输工会呢，也会跟着来调整。那么全岛连外岛都会跟着来涨价。消基会讲，业者定出加成的期间，1月23到1月28，这同款是上班日，理由有欠缺合理性。这呢嘛，互逐年过年的时阵，消费者要互稳涨的加成的好意，甲拍撤销去。这款无合理的起价，嘛会来带动其他物价的起价。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发生规模6个地震早起7点外，东部海域又搁发生规模5.1个地震。中央气象局指出这2冬温物带的地震拢比过去较济哦。有学者提醒讲，大型板地温物型的地震周期是100冬一届，顶一届到今嘛已经101冬咯。未来嘛要特别注意规模8以上的海溝型的地震。伫吹沙县发现即间钓鱼场的水边水海甲真厉害，人家拢感受到地动。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所测到的震源，伫台湾东部海域规模6.0，结果伫初4早起7点外，东部海域又搁发生规模5.1的地动。虽然这2遍地动北部拢有较真明显，不过所有人拢无收到警告的信息。因为我们国家级警报是要抢快的，所以说我们在计算震源的参数的时候呢，我们用少数的测站去算，我们算出来的震源的参数呢，会跟实际上会有差异，会有一些出入。地动测报中心强调，伫初4早起的地动是初3暗地动的余震，不过有学者认为，这1-2年温活大地动拢比过去较活跃，因为这种地动的周期是100年一遍，顶一遍离即马已经100几年啊。未来就要注意是不是发生规模8.0以上的海溝型地震。这会对台北盆地像这样的地方很不利，因为台北盆地我们厚的沉积层，那个还有盆地的效应它会让这个震波放大，还会跟大楼、跟我们的大楼10几层大楼还会起共振。一旦起共振呢，这个震波会被放得更大。这种6左右的地震，平均至少就是说3年，可能它就会有一次。新的可能不是这种6左右的地震，我们比较在台湾比较担心的，事实上是属于就是说在路上的这种活动断层。虽然学者意见无啥共款，不过拢是希望民众爱做好防灾准备，政府也会加速牢固建筑物的途径，并且做好建物的结构补强，但是也唔免伤惊。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表示讲，2025年要甲小土团发电降到能源占比的3成，小天然气的要提悬到5成哦。再生能源嘛，至少要有2成。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讲，伫2016年预估用电量大约是2575亿度的电哦。不过半导体产业用电量是真大，目前推估2025年要用到3175亿度的电。再生能源的目标到2025年可能只有占1成5尔。到2025年底是再生能源是只有15%。经济部长王美花伫咧接受媒体专访时阵讲，2025年能源配比的目标，再生能源要占比20%，可能无法度达到目标。主要原因是经济成长、用电量增加，尤其是半导体业者。敢若是一个台积电5奈米厂，就用掉台中火力发电厂半个基座的发电量。半导体真的需求多，所以我们推估到2025的用电量确实是到3175亿度，分母变大了。根据经济部能源局所公布的能源政策，到2025年发电能源配比，燃煤30%，天然气50%，再生能源是20%。不过能源局上新的评估指出，2025年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只敢会当达到15.2%。有能源专家就讲，2021年发生过3遍重大的跳电事件，伫咧用电量增加，核二厂2023年阁要除hiệu，燃气发电机组上紧就等到2024年才会当开始，2025年开始运转。担心伫咧未来5年，备转用量率恐惊是无到6%。因为3阶因为外推的关系，至少慢了2.5年。4阶那就是这个协和电厂那边要燃气，那边环评没有过。那台中的这个接收站要扩大，环评也没有过。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袂当干那是起电厂无节电，政府节电预算2021年只干那编1亿。
不过2022年到即马，依然看不到编列节电有算的草案。达到非核家园不是只有靠绿能可以达到，节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最新的节能预算只有编列1亿，所以他2022年要编多少，他也都没有提出来啊。环团甲专家学者拢认为，政府袂当只拿追求再生能源的占比达到目标，也应该协助再生能源的业者取得土地，也个一地2亿的政策，法规要安怎松绑，又个会当符合环评，进度就要较紧嘞。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高中职学生毕业新工作来了解家己的兴趣甲能力，才个继续读册。教育部是对106年开始就有推动青年教育就业督促方案月薪是比上低基本工资阁较悬一个月阁有1万块的补助。最近3档有上千学生参与，也毋过最近嘛受到疫情影响，这2档有一寡学生因为无头路，不得已要退出这个计划。南管高工逐年培养袂少艰苦基础能力，不过大部分的学生毕业了后，拢还是继续读册。教育部伫106年开始推动青年教育甲就业加津贴的方案，以成绩头路才去读册的方式进行。560位学生报名，敢若10多人成功进入工课场。最主要就是同才之间的同学，大部分的人都直接升科大，因为升科大现在的难度并不高，赶快完了之后，我赶快就是专心的去工作。受到传统升学观念的影响，这个方案前2年参与的学生无到800人，不过108年增加到1500多人。南港高工建筑科一位姓陈的学生，伊伫去年完成2年的计划，欠24万，透过特殊选材进入大科大。因为建筑系比较花时间跟花钱，我怕读完之后，然后出社会工作不是我想的那样。最好的当然就是可以存钱。教育部指出，这个方案最近3年参与的学生已经增加到1300人到1800多人左右。若109年有441人伫半路退出，去年到顶半年有260人退出，主要是因为餐饮服务业受到疫情冲击，赌店也是放无薪假。嘛有学生是因为工作不符合期待，也是私人的原因。这2年的重要性对孩子而言，不是在于所谓的经济问题上面，最重要的是他要确定他未来人生的方向。陶美惠校长表示，企业按照规定要提出完整的训练计划，不过一寡领域的工作较参像是临时工，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方案原本按算伫112年是最后1年，教育部也当地评估敢要继续办，伊认为训练计划必须要加强审核，才会当提升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5大核武国家初3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讲同意避免核子武器进一步扩散，嘛要避免爆发核能战争声明嘛强调讲会继续来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规定的义务。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嘛是5大核武国家的美国、罗西亚、中国、英国甲法国，伫初3发表联合声明，因同意要避免核武进一步扩大，嘛要避免核战爆发。They committed to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powers and avoiding nuclear war. One of the important quotes from the statement is, "We affirm that a nuclear war cannot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 这份声明强调讲，会继续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内底各项义务，针对包括量早停止核子军备竞赛，还有伫国际监督之下签订全面撤除核武条约等等的事项，要真心来谈判。1970年生效的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原本测试迄天要伫纽约举办检讨会议，不过因为 Omicron 疫情滚假已经延后啊，目前美国甲罗西亚因为乌克兰的问题关系紧张，而且美国甲中国嘛因为台海还有人权的问题关系嘛恶化，现此时5大核武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将有机会会当减轻全球紧张的情势。另外，德国政府伫初3表示讲，核能发电是真危险，因反对欧盟甲核能列作20的提案。德国预计今年所有核电厂拢要停放，不过法国煞打算要改造现有的核电厂，佮要起新电厂来达到供电需求。两大经济体对核能的态度是天差地，互欧盟执委会是真歹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欢迎初3公开已经过身的金融家爱普斯坦，甲指控英国安德鲁王子性侵害的当事人朱佛瑞，因伫2009年签的和解协议内容有出现讲爱普斯坦予朱佛瑞50万块美金，爱伊莫阁继续追究咯。
英国安德鲁王子防指控性侵的民事诉讼到达外5个月，关键听证会还未举行。纽约法院星期三公开一份和解书，也将正做证物，到时两方定上攻防的力度就真精彩。专案起因美国已经过身的金融家爱普斯坦伫2009年，甲指控安德鲁王子性侵的当事人朱佛瑞签一张协议，内容显示朱佛瑞袂当对相关案件的潜在被告采取法律行动。爱普斯坦也付予伊50万美金，相当代表1382万，避免伊主张权利。His lawyers contend that this settlement agreement between Epstein and Jeffrey actually protects him because it claims that anyone who could possibly be a defendant in the lawsuit she brought against Epstein can't be sued. 朱佛瑞的律师表示，安德鲁王子伫纽约、伦敦甲美属违禁群岛犯害性侵是事实，甲和解协议无关。今年38岁朱佛瑞指控20年前，也就是17岁时阵，伫爱普斯坦的安排，被逼甲安德鲁发生性关系。安德鲁否认相关指控，采取法律行动反制，表示2009年的协议会当予伊免职。佢讲朱佛瑞提告拢是为了钱，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份协议用字用词实在是伤过无清楚。You will hear that Virginia Giuffre's attorneys are going to say that it is an entirely irrelevant clause, this 2009 agreement that doesn't refer to Prince Andrew by name at all and is one of the broadest types of agreements you could ever see. That he was not a potential defendant in the original case. 法院将伫测试就安德鲁王子的提案动议举行听证会。到时阵，这份和解协议所写的，被按照解释甲定义，像安德鲁王子敢是属于潜在被告等，有了将有一番的辩论。今年61岁，安德鲁王子已经伫2019年11月宣布放弃真侪王室职务，因为对家族工作造成干扰。同年8月，66岁的爱普斯坦伫狱中候审的时阵自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今仔嘉义、台南、各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拢真歹，大多数的测站拢是感觉式的提醒哦。其中高雄全市13个监测站，只有美浓的指标是普通，其他的所在拢真歹。有医师嘛发现讲，这几天呼吸道无爽快，来看医师的民众有变侪哦，所以提醒大家空气品质歹的时阵，上好是唔通出门拍拍走。徛伫高雄中烈士即位过去是看夜景的好所在，早时10点左右看出去，规个城市拢是迎蓬蓬，85楼嘛，互爸母拢搭调的。全高雄13位空气品质的监测站，敢若美浓空气品质是普通，其他12站有6个是红色的警戒，6个是感觉式的提醒。早上起来是有点打喷嚏啦，因为我一直吸鼻，就是流鼻水，然后。眼睛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可能空气不好，眼睛都红红的，雾的这样子。有觉得说哪里很痒，例如说鼻子比较痒啊？有啊，很容易过敏。一早时伫诊所就出现看诊的民众，真侪人拢是疾片、目睭上等等的过敏镜头，医生研判这甲空气污染有真大的关系。平时鼻子比较差的人都会觉得鼻子痒痒的，甚至眼睛红红的，觉得喉咙很干涩，甚至吞咽比较困难。平常有咳嗽或者是有气喘的人，最近的这个呼吸道的症状都会加重。我们在夜间就提前通报前20大工厂，来提前来降载减排哦。那目前我们的台电信达电厂也停2部机组降载。那在大林电厂部分也停了1部机组。那环保局会持续持续的来启动相关的应变。市府表示，这个空气歹主要是大气水平扩散的条件较歹，加上吹北风导致西部的污染物为南部来累积，已经启动着预防机制，嘛有估伫中昼过后状况会慢慢改善。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共报道。最近云林的木瓜感冒长个大出，也毋过却传出讲有一寡高山啊伫果子园内底破坏，损失是真严重哦。到了部分地区的柳丁拢已经收了咯，高山啊找无物件通食，就去附近的林家厝找食食咯。农业处是表示，只要民众通报，因就会派人去处理。果树顶的木瓜干有的已经会当收成，近日位在云林南内乡的木瓜工园，陆续传出高山啊入侵危害农作物。有的狗笼长时间孤咧公园，嘛有狗笼饲狗来赶狗。伊来吼，下班去食，下班等掉的。安尼，拢有。真困扰吼。嘿，足困扰的。伊下班时还佫还好，
啊，即摆佫万一断掉诶，规涂骹。迄个都怎跳过来，啊，猫怎卡伫迄个，伊只紧张啊，终于碰出啊，猫去卡伫迄个人啊的面顶面呢啊，安尼啦。啊，差偌济只？哦，遐只要20-30只有啦。搁来到岛内地区的这位巴拉园，满地拢是种巴拉的地啊，拢是被高山拆掉，互农民叫苦连天。伊安尼甲你用呀，对吧？哦，伊这就是也袂好咧，好食歹食啊。所以安尼食者试看嘛，无好食就无就好食，伊就甲你等着伊就用掉。嘛有近期因为柳丁果园已经采收完，有高山找无水果食，搁大胆入侵附近的民宅找食物，互当地民众发现后，看嘛是赶袂走，赶紧通报农业处。遇到的话可以通报我们1999，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委托案，可以请他们做驱吼的动作，然后且尽量避免不要去做喂饲。农处表示，台湾高山为2019年，降为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但伊规定袂当来掠和饲养。若掠野生的高山啊，以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裁罚6万至30万块，民众千万袂当任意来饲养。记者为你报道。来看监察委员调查有宜兰县湾山乡控管永安公司哦，已经真侪档拢无挖矿咯，矿泉嘛无废掉哦，所以究竟矿务局表示，因会来检讨。监察委员嘛认为讲，1930年制定的矿业法嘛应该爱检讨修正。杜绝开发。2020年6月，就把的来自宜兰县山的居民伫环保署进行化考核，呼吁环评委员覆管永安公司采矿的开发案。这嘛毋是因第一件抗议，早伫永安申请沿长看权的时阵，就引发当地民众抗议，惊因的水源去互破坏。水源翻开矿，翻开矿。为了保护美丽的土地，居民各向监察院顶前。经过1年4个月调查，发现永安公司伫2003年5月到2004年12月所请的员工拢无到5个人，而且有矿权的永安公司2004年嘛无采矿的事实。矿务局煞无依法废止矿权，是有为师甲因纠正。矿务局是表示会检讨，该依的法、该去做的作为没有去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纠正啊。还在申请矿业用地的核准的过程中，它需要做环评，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核定。按照我们这个原则，它就算是符合这个规定。如果必要去调整的，我们就去做检讨它，那我们就去检讨跟调整这样子。监委认为，1930年制定的矿业法对每年过度开发的台湾来讲，应该随社会整体变迁检讨修正，嘛包括规划法。40年来，1年缴的矿业权利金是30100多块钱，他的采矿权利金，也就是他有采矿之后，我们跟他收的钱几乎都是0。监察院希望矿业权的问题会当受到重视，因为真珍贵的国土若是互破坏，个真歹恢复。记者郭灿的笔由台北报道。新北市的汐止前一站有一对翁仔某骑奥多摆相载，停伫路边的货车向开车门，奥多摆去弄着货车。在后壁太太伫病院抢救1个月，嘛不幸过往。检方是以过失致死罪，甲货车司机起诉。警方的统计嘛指出讲，这款车祸伫新北市平均一档有400件。骑车后壁有载人，骑伫大路正边。停伫路边的这蓝色的汽车向拍开车门，骑车人袂好反应，弄到了后刹车，防载人伫涂骹并一轮了后，倒伫涂骹拢无起来。这个意外发生在新北市汐止大同路，骑车相载是对翁仔某弄到车门了后，翁婿跋坐伫涂骹，后壁脚后也受伤，不离严重。被告他没有注意就擅自就贸然开启了车门，导致路旁行进中的王姓骑士和他所负载的他的配偶2个人倒地，被告涉犯过失致死以及过失伤害罪嫌而提起公诉。这个防载机后，真侪所在骨头断去，也有脑出血，送医抢救将近1个月，最后也是不治死亡。检方认定造成事故的司机无注意向开车门，造成这事故来发生。加这翁仔某的死伤有因果的关系，伊就涉嫌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两段式开车门的性质早就实施，不过相关事故意外一直发生。通常这种行为都是会转瞬之间过去啦。我们警方也是取缔不易，要件它就是要有肇事，我们才可以做开罚的动作。我们是可以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到3600元以下的罚锾。
拢无看雄雄开车门实在危险，无依照规定两段式开车门造成的事故。甘那双北市警方统计，2018年有539件，过当年570件，2020年是有501件，去年也只有369件，也就是讲，双北平均每年发生400件。提醒司机甲乘客，落车会使利用反手开车门这方式，回头确定后壁无车，多多注意，避免不幸的事件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蚵仔农民坐伫牌仔顶头饲喇叭抗议讲，政府开放越南的蚵仔进口。因讲即马市面上的蚵仔9成拢是进口的，本地的蚵仔只剩1成。因要求政府应该要控制进口的量。掰开一粒一粒拄啊好起来的蚵仔，毋那真大粒，阁真饱满，更是做菜上好食材之一。不过现在拄好是台南蚵仔的盛产期，不过本土的蚵仔农煞是真烦恼。他们进的本钱比较低，然后造成我们这边出售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们的价钱有一个抗衡啊。行道上鸣笛抗议，表达不满的心声。蚵仔农的烦恼，就是因为真侪越南的蚵仔进口侪，真侪盘商为了降低成本，嘛对台南蚵仔的采购量大减，严重影响饲蚵仔产业的发展。进来的就是已经方便都处理好了，都不用剥壳了。品质加减是有差别，因为总是生的一定较好的，啊，南一寡较进口的是等于降低成本。蚵仔农讲，目前市面上越南蚵仔掺台湾蚵仔是非常的严重，恐惊有将近9成拢是进口的蚵仔。对此，台南市府嘛承诺会加强建构在地品牌。咱呼吁中央政府甲咱地方的行政单位会当来重视这本土的蚵农。以后就是讲拍出咱台南有这个蚵仔这个品牌即摆了，阮即阮会配合这种。咱的渔业者来做各种管道行销化。台南市区议会以及蚵仔农大动作表达，嘛盼望政府会当真正看到。记者郑宏南报道。东部的花莲溪出海口，最近有民众因为扣水捞茶、防处地以上法办哦，其中有一个外国人。虽然这个民众拢表示讲，伊毋是扣去卖，是要当做茶来烧哦，也毋过嘛是违法。伫花莲溪出海口的花莲海捕花船队发现有一台4轮的传动车伫咧海沙坡来来回回一直驶，去查发现车厢内面拢是水稻茶，因为毋是会当扣的公告时间，所以以上法办。经称重后约440公斤，该2名民众及证物后续由本队带回实施侦讯、笔录制作，并依刑法第337条侵占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因为被处理2个人，其中一位是美国籍人士，伊讲是要扣查登去煮水。附近的民众也认为，只要毋是正规的1个任务，也会当顺线清海沙坡，是毋是处理过头？有一点太过了，反正你这个漂流木又不是刻意去跟你采伐，要不然你不跟他一剪，至少这样啊，你看。现在你又可以看得到整排，你又不来清。林务局讲，水稻茶是国有财产，爱伫咧公共开放时间才当扣。有自己的定规1个任务是绝对袂使扣。11月7号跟8号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次的公告检视1个月。那有部分的民众还是认为说这个时间不够，所以我们跟县府后来又延长的公告到12月24号。林务局强调，无清除的水稻茶并不是粪扫。伫海沙坡也是人提供生物做车地，民众若是生活上需要烧茶下水，或者是艺术创作，要扣就要先向县政府农业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见成立半世纪的台北爱乐合唱团哦，今年除了要演出西方经典的作品哦，年底嘛要演出咱国内作曲家郑南忠的作品。伊嘛分享讲，这2档面对疫情是安怎来应用，咱做回来了解。华丽乐庄严的乐曲歌声，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蒙特维尔蒂的作品。成立50周年的台北爱乐合唱团展开第50个季，要探索人声的无共潜在能力。古典音乐的经典作品，像我们这一次1月的音乐会演出的文艺复兴、巴洛克跟浪漫时期的这些经典的作品，今年的年底我们要首演钱南章老师的第9号交响曲。
为年初到年尾演出规划全排满，要带予民众更较侪听较上的响应。回顾这50年的历史，这个合唱团会当成长壮大到一定的规模，这段路行得并不简单，尤其是前2年的新冠疫情。去年5月11号，我们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的年度的演出，在国家音乐厅要开演之前，突然被叫取消，不浪费每一个危机。所以当场就决定录成影片。过去曾经有过的这个梅花座、间隔座的方式，还有我们演出者可能人数必须调整，我们有第2套的曲目可以替换，网络上的这个音乐会可以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非常的希望，疫情能够不要有再度升级的状况。虽然国际疫情犹原严重，存在隐忧，但不团队已经做好换曲、调整演出模式等规划，要有先做好准备，应应可能的疫情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原住民部落的旅游，屏东大林科技大学互学生利用因家己的专长，规划旅游的行程，去入捌传统的食食、手工艺。虽然是学生囡仔的报告，也毋过嘛望讲，会当利用这少年人的创意来帮助西仔乡发展观光。我们的水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流出来的。对干改县的脚步行入屏东西仔乡，为着推广原住民部落的文化，大林科技大学规划西仔乡文化资产永续的3年计划。对了解资源、规划行程、培训导览员起步。今年开始行入部落，把社区的故事加入观光行销当中。我们这个 USR 计划。总共有3年，那么去年第1年呢，我们的重点是在资源盘点，还有那个导览手册的专订成册。我们今年度的重点是导览解说人员的培训。学生亲身行入社区，甲时代互动，听长辈讲部落多样的意义，嘛动手学原住民的手工艺，做出手款牌啊等等。未来拢会当设计做部落旅游行程的 DIY 课程。嘛会当发展做伴手，对他们那些图腾啊，还有那个琉璃珠啊，一概不知。从听他们的故事到认识他们图腾的意义，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图腾，然后就做了化妆包，然后花环。我们请我们的学生去跟部落的艺术家去做访谈，访谈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指导学生去做艺术家的明信片，最后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赤子乡的观光导览的地图。大林科技大学这项计划会由观光事业系、参与管理系、时尚美容应用系做伙执行。毋望对观光的路线，原住民的食食甲手工艺拢学着。伫计划上尾甲各科系成果整理起来，整做一套完整的西仔乡旅游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伫云林的古溪有一位种咖啡的农民林玉安哦，伊开发出一种正特殊发酵的技术来烘咖啡，互种植平地咖啡，嘛会当有高山咖啡的芳开。咱做伙来看卖。咖啡甲茶米同款，咱人若是要买，拢会感觉种高山一定价较高贵，但台湾地就是遮尔宽，安怎吹安怎种，产量一定拢有限。云林古溪有一个农民林玉安开发出一种应用发酵的技术，互种平地咖啡要种高山的芳开甲水准。我们这个台湾咖啡的市场这1-2年开始转变。那因为超商他们大量的开始卖现煮咖啡，一般民众他们喝了之后，其实就很难再回去再喝3合1或2合1。那我那时候当时就想说，那我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下改变？那其中有一项就是厌氧发酵。其实我们种植在中低海拔的咖啡啊，经过这个厌氧发酵之后，也可以有很丰富的水果风味。自本是咧做食品加工的林玉安，30几岁时阵决定家己创业，除了家己古溪咖啡产销班对基础开始学烘豆加工等技术。事实上，伊对咖啡的种植也有家己的一套坚持。我个人就是不想喷农药、喷洒农药，然后友善环境嘛。实际种起来的话，收成其实真的并没有很多。因为它是需要靠它自己的根系发展，然后去寻找它自己的食物来源嘛。台湾的咖啡产量本地就少，种高山的数量就更较罕啊。林玉安表示，即马开发出亚用发酵这种特殊的加工手路，就算是平地咖啡豆啊，也会当烘出好食的咖啡。
也望讲把这项技术继续推广，互愈侪农民要摘掉伫平地种咖啡，互台湾的咖啡产业会当愈来愈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师范大学最近通过一个奖励方案哦，对后学期开始，老师若准用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手语这本土语言来上课，重点费是当加5成，设计新课程冇奖励。在读书中保留一个落台的位置。台师大教授用台语直咧甲语言学概论，这种上课的方式未来会更加侪，因为学校推动多语化。自后学期开始，老师若用台语、手语、原住民语、客语等国家语言教课，就奖励金加教材补助。这个奖励金就是讲，阮的迄个授课时数50%，就会使摕到这个奖励金。又希望讲用这个奖励的方法，互更较侪学生愿意认同家己的母语，互家己的语言讲了更较认同。台师大讲，学校最近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授课的奖励实施方案，自新学期开始，对选修的课程先试办，会伫咧课程提供注明使用的语言，也已经有一寡老师表示有意愿。不过相关语言的语言课就无伫咧奖励内面，只是也有人讲，这种上课的方式，恐惊有学生的袂惯势。也有人可能会听无。学生咧修课时，伊就知影讲啊，这个课是啥物语言上的。确实有学生就是为着要听台湾话来上这个专业的课程。这加几年啊，免偌久的时间，大家都会渐渐这个较惯势。啊，这对台湾的这个多语文化吼，是一个真好的事情。台文系主任柯慧茹讲，学校行这一步有正大意义。就是要互母语，唔那是用来讲，也会当深化伫咧专业领域。台师大也讲，办法实施了后，也会看师生的反应，再个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